大家好，我是小雷，我是金子。花400多买了一辆电瓶车，今天送货上门了，赶紧去看看。像现在什么摩托车、电瓶车，各种家电，这个价格确实跌得厉害。我父母结婚的时候，一套音响加一个电视机花了3万多，现在估计3、4千就能买到了。哇，这么大一个新国标电动自行车。本来我们是不打算买电瓶车的，搬过来5年都没买。哇，看着还不错，这个都是要自己搭的。主要是镜子之前不是去医院补羊水嘛，这里到妇儿院1公里多，说远不远，来回走一走还是很累的，所以就买个电瓶车代步。过来先看看这是什么，应该是雨披吧，还有一个锁不用买了，南极人。这个是充电器，这个太重拿不出来，只能把这边剪掉拿出来。啊，来镜子过来一起看看怎么把这个头装上。朋友们看看，初步搭起来了。这个续航是60里，短是短了一点，不过我就加周围开足够了，毕竟它价格在这里呢。龙头拧紧了，这个扳手小也是真的小。刚刚把这个刹车装好了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，按这边下面，现在开始装车篮子，累得不行。这个1000块钱可不好省，你说店里的电动车1、2千，这个寄过来400、500，他让你自己装的，这个人工费他肯定都算在里面。如果不是为了拍个视频给大家看，我就去店里买了。这个自己装真的是腰酸背疼。装这个车篮子半小时了还没装上去。镜子你研究一下，我休息一会儿。要省这点钱没那么容易啊！我们从早上8点装到现在10点半，2个半小时还没有装好，累得不行了，明天再装。现在我把电瓶车停在1楼邻居的那个花园里。Later， 朋友们，我们吃了午饭，休息好了，现在继续去搭电瓶车。今天一定要把它搭好。现在把2个踏脚转上去，2个踏脚终于装好了。后面那个箱子零件不匹配。就是大小不一样啊，它那个孔穿不过去，所以后面那个装不了。如果这个实在装不上，我们就后面绑一个枕头也好，这样你靠着也舒服的。可以，靠着懂的。朋友们，我们的电瓶车搭好了，过来看一下，过来看一下，怎么样？现在我跑跑看啊，看看这个400多块钱的电瓶车。不错，你看这个刹车，哎，不错。上午2个半小时，下午40分钟，搭车用了3个小时，特别的开心。现在要去买个头盔，然后给这个车上个牌照，我觉得还是蛮值的。不论怎么说，它价格摆在这儿，这辆车是480块，5多过上20。今朝个视频就带给大家，等到再会，拜拜。